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号夜读节目。今天有一篇文章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名字叫做《喜欢一个人》。去听之前记得点赞和分享，我们一起来听。有一句话说，身体是一个机关，隐藏着感受爱情最直接、最存续的密码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很爱你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信号，还会产生一些生理反应和变化。他的眼睛目光所至都是你，他不仅可以看到你表面细微的情绪变化，也可以通过你突变的情绪察觉到你内心的欲言又止。你的一言一行想表达的意思，即使不明说，他都能看得出来。看见你的时候，他的眼里有光芒，有温柔，有从容，坚定之中带有真挚，笑意之中带有深情。在他眼里，众生携草木，唯你是青山。他的耳朵听之于你，事事有回应。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听在耳朵里，记在心上。你若是和他说开心的事，他听了会比你高兴；你若是和他说伤心的事，他听了会比你难过。你的唠叨，在他听来是一种关心；你的骚扰，在他听来是一种分享。不管你怎么说多少，他都不会嫌你烦。你在他耳边的絮絮念念，是他心之所向的絮絮念念。他的心脏时刻记挂你，想念你。下雨天的时候，想你有没有带伞；天黑的时候，想你有没有安全到家；一个人的时候，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。你如果不在身边，对你的思念一日如隔三秋，走到哪都会牵挂着你，做什么都会想到你。一想到你，嘴角就不会自觉上扬，脸颊就不会自觉发烫。你既是他的铠甲，也是他的软弱。喜欢一个人时的这些生理反应，就像贫穷和咳嗽一样，是无法隐藏的。漫漫人生，愿你身边也能有一个这样用身体疼爱你、关心你、给你呵护、伴你余生的人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，我们下期再会。